哎呀，各位聽眾，各位在歡的人都對來收聽，變得較見節目。今日我真歡喜，因為我可能放飛機。But anyway，我咪可能再講，我咪講話題都是放飛機嘅，讓實講我咪講白話話題嘛。其實我咪講這話題是放飛機嘅，我是真正把路可能 freshly inspired 這 topic。Anyway， 嚟啦嚟特別嘉賓先，嚟特別今這禮拜時裝呢，嚟特別嘉賓這禮拜時候，點啊？Hello，歡迎，聲真水咧 ！Hello，哇，歡喜咯，今天哇 ！Hello，我嘅是教你隻 camera 呢，反正嘅水你嘅快呢？我未看到你，看到你第一個後面講，我們看到你較細緻淡薄 ，OK？你都俾後尾邊後面貴嘅。我就會驚，應該360度，特別是你看個了啊，特別唔見你後尾整個一邊嘛，你下邊邊係使摘掉。了個有另外一個特別嘅邊老椒阿達歡迎。Hello， 阿達話大上門水啊 call center 先，call center。了嚟看，哇！當今我特別嘅邊搞啥子？你中啊咯，你看邊阿達個中啊，邊阿達個中啊，嚟看真同人講白話，你看，哇，接嘅啊咯，誒，你什麼事？你安怎紅險中去？中嘅，這是巧姐就中去啊咯。特別叮當，我實是巧姐姐，你一定是巧未中我叮當嘅事。我係物件，我係你無巧嘛，我人巧。啊，巧人真係好巧人啊啦！我再同你講到這擺啊咯，你係人巧到，誒特別無伊人巧啊嗬，伊巧巧只一個穿到短伊老位咋嚇，一個話 club， 哎呀，別記佢 clubhouse，sorry 個 clubhouse 入邊朋友是 club deck， 我別記佢等下當見佢 club deck，但我諗我是聽到南西嘅聲嘛，南西大家朋友歡迎南西。南西，攏是誒特別，安怎攏唔是咧？我做亂，阿你一個唔是咧啊！啊對，唔是。你就我講咩？我知。先當兵。我做亂個好，所以啷個唔是，佢唔是 moderator 喎。做啊，把攏是啊。當然冇誒嚇，所以啊，當件事啊。啊！我話你個檔，我話我後浪係你叫咩啊？定到咱叫咩啊？加最坑啊！咱講咩啊？水金嚇，水金嚇，水金啊，水金咯，嚇水金。OK， 嚟我對當今我再一看一邊我係咪過來一邊下 ，OK 咪過來，所以當今梗係看到人一邊 clubhouse 人這邊啊，看到 clubhouse 嘅人啊，所以我這邊 clubhouse 人咯，有阿龍那邊講到高點了南西啦，了個一啲朋友啦，阿蕉啦 ，Raylo Emon 是話阿玲其實，了別使講啦，佢話啦，佢讓在一小弟Robert On， 實際我哋我冇咪記啦名白青啦，咁粗at the 是 at 網上嘅是幾間係唔係？有一個誒，網是 Australia 字嘅嘛，講幾嘅？係啦，幾間啦嗬。啊 ，I think 幾間，一開始叫幾間啊，我未記名。成個是啊，是。佢嘅朋友不未記咩？你不拉西就係邊？你不拉西就想中的個 boy 咩？呢邊是咩？真正想掉。等我看啫。啊，真正的個 boy。哦。喲。我用 club deck，你估我把在講你 hover 你 mouse 佢起小應該大嘢。我用你估我都唔知，我把你個 touch 擺。冇啦 ，maybe is the feature 個。feature 是隻股冇 update 咧，你話 clubhouse 嘅 app。你那個我隻股冇冇啊，因為樣都冇 support。唔知邊個頭啦 ，anyway， 不要緊啦，當到啲嚟嚟講，人一句看，我俾個人講，即話題就是講放飛機，咱放飛機呢，安怎學阿毛安怎講法會有這字嘅哦，放飛機就是講 ditch 咯，可能 ditch 唔是，可能 ditch 啊，ditch。actually， 可能 stand up 咯，呢樣嘢 stand up 對，I got stood up 對，I got stood up，stood up，我可能企起來 ，stood up 咯。人起來，喂！
都是可能係徛起來，是做人徛起來。喲，哎呀，我教你講一個吼，我教你講一個是有淡薄走話題啦嚇。今日鋪咯，有咯。我頂禮拜吼，我係今日喺你 music school，伊頂禮拜伊 admin 啦就教我講，我教你講話，我早起吼，我看到一個，我7點半早起伊講，我看到一個大波無假的，無假，無穿衫，無穿是規身軀無穿嗰度。驚喎，貴啦，完全貴啦，啊，頭貴，一絲一不掛啦，要一驚外口啫哦，你不掛，一絲不掛咯，你講下面有冇情？我一條絲都冇咯，一絲不掛，一絲不掛咁樣，你好，有冇聽啊？我講馬路世界股，我可能驚咩？講是啦，講一看到你 OK，你近日一禮拜咯，你近日講你來我好路。伊人去敲你 CCTV， 你敲 CCTV 了，有影哦，伊唔是行路來咯，就伊是坐升 Honda Civic 嗰時 Honda Accord 啊，伊坐來了，伊落車哦，伊有影規時個破清楚，伊別記號，還是啲頭冇問題，就特別夜花錢，你講。你未記情動課，我個會接受嘅就你情咗條衫啦，你會成個完全無情咧，好似冇可能嘅，冇可能嘅。你未記嘅，你實你而家未記情衫就兩下，我會接受。伊見嘅嗰時車咧，我，Oh my god！你嗰陣時拍病。阿爸抱機跳起來，跳起來，我講哇 my god！ 我講這兩件哦，可能80年代會發生，可能90年代個可能會發生嗰時候，巴魯下面年過呢個會發生。但係這個唔是，這是 I think 要頭腦問題，所以要破病啦，唔是發生嘅事，冇事啊，你見啦。伊企喺 kindergarten 迄邊時哦，身邊咪學堂迄邊時哦。music school 喺你 music school 嚟 music center 嚟，你特別早起7點半，我真早起7點半，變態，冇人，小變態，一個月花車。我古早聽過一個故事是迄個觀音頂咋，邊兩個觀音頂？因無正常嘅咯。我古早聽過一個特別是查某嘅，伊是觀音頂。我8年代啦，早一年我確我點知？伊當時有一個查某，伊去拜觀音頂啦，邊兩個觀音頂。係啦，伊講，伊若是講佢吊標嘅話，你可以度偷3偷幾關，佢走一道這是下關，係下關，佢吊咗，伊度真扎濟女嘅咋，吊真扎濟女，係啦，有嘢走咋，有嘢走，伊別個都陰嘅嘛，都陰嘅，伊河路嘛，阿伯伊接落嚟，伊佢哋都冇好嘅事咧，陰嘅嘛。所以有人走一繞下咧，齊到對上咯。即係只崩過。走攰嘅咯。去興關。冇辦法，你啱嘅，你一啲頭正有隻坑地嘛，有隻你條路嘛，走一繞。哦。我成日講你走攰嘅咯，攰咧。冇啦，孟小，你好馬達聊咁樣。走攰嘅咯。你聽人哋話益呢邊嘅會笑。講時肯講啦，但係你俾華人係善題本嘛，而家特別個伊善題是掉咗咗，伊陰嘅嘛，咪清翻你，都咪清換有時，都唔同時在陰嘅面嘅，都陰嘅都做掉面又好。係咧，問佢陰咧，你嘅面嘅真係，有咩叫陰咧？我記得時好，但係講我掉你學我都學習你去所緊啊，我唔盲咯，咁講，有啲嘢咯。啊！你哋講埋嘅，特別線裏邊，線裏邊是愛，特別換你是會上，但係會上佢唔知，哎呀，笑唔知打下招要好，佢哋買打下招要好咧。對個，OK 啦，誒，落掉啦，落掉啦，講咩話題？係咪叫做播嘅，落拍。OK，at least 哦，你講 OK，你maybe你嚟講。你有穿衫，但係你淨係攞幾啲嘢嚟過去走。哎呦啦，伊就是伊呢，而家你這裡面特別奇怪，他準嘅就。你阿老啦愛做，我意思是講，你伊嘅話，你 usually 係講啦，你發誓嘅話，你可唔夠毒都唔算係誓啊嘛。
係啊，係講我嚟，係我人講，先骨頭貴咯，伊就是頭貴，伊肯因。係咪我人講嗬？我因之前嘅，我你第一嘅做下面嘅阿莊講聲，係咪？我貴嘅先，你使到條板子，你講你講啊，我條板子咧，我特別做下面。你講bằng下面誒 curse 嘅，地雷就好啦，做咩 curse 咩？啊是你做咩？啊講，唔冇關係雷嘅，冇關係雷。啊 OK，其他真響嘅。啊我買食，我食車吧，我食一個字，食車吧，佢播咗很正嘅，就係叫。我買隻背吧，咪菇啊！冇，我是買我十日近日隻咪菇啊！我反正 future 我寫起來，我隻 topic 是叫做車吧背吧嘛。我會講，你隻車吧是背吧，或者咱講下你我。即係無夠度嘛？你俾面哦，你俾隻度以後，我背喎，我買度。度藝術嗰陣時講情麗殼啲外口罩啦，是安怎去做？啷當即像 Would you rather 呢？當叫啷去偷物件啊！成日食你食西吉是吞下你先湯嘛，慢做呢物件啦，嘢。你幹嘛係直接我係先湯落到你嘴裏面是咁樣試，我咁樣試。誒，我覺得未掉，你按照佢叫本好啦，冇硬講嘅，你就白掉啦。係就白咯，我咁嘛，我講冇心咩，冇 sincerity， 冇心。我白我冇 desperate。我真係 desperate 咧，有 certain thing 咧，我真係 desperate。對我，哇！certain thing 就 desperate。OK，嚟講得，我哋啊，不，但係南西都俾每個人會講下樣係咩？我唔知人敢唔敢講啊？唔，你 already 啲你話地裏邊，因為你 in 硬講，你 in 鐵啊 ，in 呢個你冇做啲你俾西班背機啊！你俾西班硬講嘅背機，背機啊！你俾西班硬講背機咩？我講我個本是有嘅咋，我個樣是韓教嘅，一般有嘅。韓教背機啊，韓教。冇，我講就是一係個，因為一發咯，一發上三隻冇上面咯。嗱，usually 係講就係安尼話你唔驚嘛？我都係講。我就是講，我就是講，我一時人買隻吧，我隻菜啊。啊，安尼講你嘛？你特別其他就響嘅啫，就是講，迄個物件是應該是真正勤苦嘅 sacrifice，但係我講我特別食車吧啦。我嗱，OK，我頂到時我教博達。啊！教博達，你會使講我教博達，今年冇頭冇，天路菇，天冇今年啊！係咯，等陣問點啊？講三字講，只傾成一時教字二確啊，即係三倍時10，唔知5 9 6 8啊！攞3個啦。吉利，這是吉利嚟。如果我條面為 last minute cancel 咧，人哋我小未記學阿莫話就講 getting stood up 嘛，我覺得冇咁嚟講。不是講你因人咧物件，你被last minute 就 cancel 去。特別幫飛機有當時唔是掉掉，但係我講兩方面嚟講，有當時唔是掉掉，有當時你就是做工啊，啊是咪你有一個你特別就是別咧嘛就，你別講為咗講，因人啊，你因人了啊，你紅咁真係 last minute 講別去啊，咁艱苦。係你是唔是幫飛機？啊是直頭冇來，唔是幫飛機咯，actually 你唔是幫飛機，伊 last minute 伊有影別嘛？有影未好事，我我影未貴。係啦，係你冇了解啊！我特別我是講，係你 under 你情形咧，你會使講幫飛機哦，啊是幫飛機是一頭，你去入面等咧就冇來 ，ghost，一頭冇來是叫做幫飛機，一頭冇來嘅。伊路啦講，在那3點鐘等啦，伊冇出現。完全冇，所以你嗰時正正幫飛機啦。你那是講，你 last minute cancelling 是叫做咩？last minute cancel 呢是有理由嘅嘛？我冇發病嗰陣啦。OK， 講好話講律地啊，甩底啊，我講好話是講甩底。就是律又可以底去啦。特別你是真正 last minute 咧，是講埋嚟，我感覺就就是算做幫飛機嘅喎。買來嘅是未來咯。我 OK，我買來是咱講未來本啦。哦，對，特別 OK，咱本來我唔知攞嚟按明白之類，伊個無相個啦嚇。你無插你有理由無理由，你後尾是 last minute 時，你講sorry 我未去啊，紅險就做咩？嚇你唔是叫幫飛機本咩？你冇叫幫飛機啊？
我 actually 本時對我正氣啦，你看阿 John 啊 ，sorry 啊，見字別好寫，我特別幫你背記啦。哈，只有，我嚟曬下本啊，你冇出現就是幫背記啊，冇出現就幫背記。但是我是講，你幫背記是 reschedule 嘅幫背記啊，你 reschedule 嘅幫背記，嗰是到底你 cancel 嘅幫背記。啊是，係咯，我嚟感覺兩行看咯，啊是 maybe 正其實幫背記是。ghosting 嘅意思呢，人特別我感覺只人講，sorry 我幫背記錄啊，就是講 ghosting 更加嚴重 ，ghosting 嚴重 ，ghosting 唔是幫背記錄 ，ghosting 是一直頭炸背記，正法啦，一直頭無好路在，成日古早時我頭家伊捉過伊咯，伊去雅加達，我 ex 頭家啦，伊講吼，伊去雅加達做工嘛，古早時，然後吼。伊人到 friend 甲伊嗰時候，然後啊，對對，是到因講啊，行，我呀，下面到幾日啊，我去這裡去這裡位 shopping 嘅位啊，睇下平面啊 ，OK，咁樣你很 OK 咯就，然後到嘛去伊嘛去到迄邊哦，去到迄邊啊，伊頭邊等，伊人無出現咯就，幫背記，然後感謝，然後啊，對。แล้วเอาตัวเอซีก็เอาเอซีตัวสีอีตัวเจ้าแล้วแล้วตัวthe next day สี每一人嘅事一人ยัง還沒數冇出現ยัง講哎呦我 sorry 啊未記得你講啊我人decide 講唔去啊佢哋是直頭是 ghosting 咯係 ghosting I mean 是啊是不 I mean 是 that means我是感覺到我特別用幫背記呢，有攞嚟一下 neutral 啦，伊無特別講幫背記就是伊 last minute 伊是特別，伊唔是講無理由幫背記伊是無插伊嘅理由是蝦米本啊？你last minute 買來就是算幫背記對我啦，我唔知啷咁簡單。哎呀，我俾學你個 house 人。阿莫話個有 difference 啊，阿莫我佢驚。flake 嘛，flake 就是講常成日講俾來啊，哎呀，就常啦。你使講 flaky 就是成 adjective 咯，成。伊只 flaky，所以等伊講因為好往時無來，你可能。特別你使用嚟 verb，你使用嚟 flake 咯啊。Yeah。特別伊常常幫背記啦，你香港咯嘅話，你唔是講一聽到我唔知嘢來啊，常常幫背記嘅。特別你講 neutral，我感覺無蝦米 neutral。特別 negative connotation。格這是 negative。特別唔是 sure 是 negative。特別伊做咩是 negative？是因為伊嘅 definition of，I mean 幫背記意思就是後背，係故意混正伊間來教你講伊未來，但所以係你就是 already negative 嘅 feeling，就是。唔講 last minute 啦，the like 直接，想直接，佢講未來嗰時。特別我是講 neutral 意思，唔是講幫背記是好還是唔好意思，我是講伊嘅理由做伊 cancel 是 neutral。我明白，特別你講你今日講幫背記啊，你可以字聽遐個。背記幫背記。哇！感謝你這 super chat，感謝。這個是個你大媽個有，等下個係這個你感謝 super chat，感謝，你看我會過你，感謝。哇！今天你這 super chat，感謝大家支持，感謝大家支持。誒，等下唔對嚇，這裡。แล้วanyway 我咁嗌就幫背講係你諗幫背記呢個事，哎呦，我就讀聲咩？冇我後面就在嘅，後面就冇啲，我啲都講到係你諗幫背記是 usually 個是伊常常做係你，然後個有一個話叫我哋人咧，個是叫做背記王。常常幫背記人啊，usually 話叫背記王。OK，我唔聽過，阿龍都唔聽過喲。你俾只較新嘅，有啊，冇聽過啊。背記王啦 ，OK， 所以伊是 flaky 人就是背記王咯。伊是 flake 就是講伊背記王啊 ，OK， 哇 ，I think 我係即話題應該特別講。
叫做背記啊，無免啦。放背記 ，anyway， 但係咱講嘅是先頭實，是咱講你硬講嘅每時叫做放背記，會使講可用講放背記嚇。但係講你好習慣，你是你無去答應，無去你興，無去加字，加是興慣。你無隨放背記啊？放背記特別人出現咧。哦 ，OK，你因了你去一個所在，伊是一個 travel 嘅。對。我攞嚇，你 sorry 阿達你講。啊！你是我講你拜神了，你求一個物件，了你談到，了你因講愛做迄個物件，佢哋一定是，若是講你無做嘅話，佢哋應該是算做講 more of 啥講，你無 follow through 對，無 follow through 嘅人其實咩嚇？成日講無 follow through 啲物件，無責任嘅人啦，是講成個無責任咯。anyway， 我俾講嗰隻幫背記攞你人，阿龍你食咩實際好料呢？勁啊！哇，你咁追啊！好呀，好料！哇，呢個係咪椒嘅頭椒呀？椒啊，對，我哋曉啊，頭椒好叫我叫咩啊？桃膠。我同佢特別攞拉薩最近啊 ，finally 啊，我感覺因為嗰時做什麼話，我同佢我夠希望啦，我看到我阿龍我妹妹一間啊，一個米店嘅一間便當嘅見啊，我感覺到一個你上嚟講我可能有講緊我。我感覺到隔了又講，隔了又講教，有講無講是無關係，無上道理，特別無上正經嘅咯。特別我是想講，個人安尼久啊，嗬，一個已經無愛講嘅人本別學講起啊，就我是想講你響就。我唔是啦，即係邊人佢無見過你響過，佢日日講你別曉，哎呦，我別曉跟我講嘅話呀。有人會引導嘅，特別我就歡喜咯，我就感覺就講，你有 especially 當今嘅少年家啊，用 social media，用 even though 以往時看起來是成個做小還是 trend 還是咩，但係你搞咗就是 under constant 嚟到就，人看啊 hip 嗬，哇講阿面插話是冇插話本好啦嗬，講福建話啦嗬，變咗成個我看到你貴乃看嘛，然後就係貴乃看你貴乃看就啊。咁咩？你幫曬啊！特別講幫曬一間，我這個未處嘅咯，未處嘅啊！未處嘅，未處嘅這個真係好笑啫！你講唔記得真係好笑，我冇時間，是我個人嘅啦，我冇時間先嘅，我冇咩 appreciate，講錯啊，講錯咯，唔記得我冇咩 appreciate，特別你講冇你啲有嘅咋？有只 creativity，人哋成日你講事故嘅就出面啦，啊，呢啲出面嘢就，是講我 just 冇去 forward 啲面啊咯。特別啷看到我係 hear 是關於媽，我係 hear 嘅啫。當然看到啊，嗰當然我係係關啦，我係係關咯。當然看到關於媽，我最愛係關。要一個邊啲平條，最愛係關。我係關咯，特別我掉喺厝裏邊，我掉喺厝裏邊偷生。我就知啦。當你厝內面偷沙，你360度 camera 偷沙走嚟走去啊！你學人 live 時，你真係會說你我成 pimple 正，上邊把你 start 成 pimple patch 啊 pimple patch， 你嗰時我到時問你先，俾佢你咪念落股啊？嚇？你咪念落股啊？你咪念落股係咪啊？哦，你打落股，因為大家一部我都算咯，because 你同部一部你個 start，嗰啲有隻興嘅，過去1000啊，像要咗三支就好啦。唔知三支嘅迄個藥就真一隻人排隊去買就有效嗬，於是啲飯馬師買就真有效嘅。特別你講，迄個是外國人買嘅，你就點樣說？哦，點樣說？因為國內嘅人咧，查某本好，查某有啲查某啊，養成邊不是去拍針嘅就。哦，國內人未單嘅就未單嘅，一隻成邊不是哦，我都 K，一走去拍針咩就？我都 K 係咩做？我都 K 就啊 ，what to do？安怎好啊？哦。後來真係拍針咩就，應該推迄個 clinic 去拍針拍一支針咧，你自己就冇嘢。我不愛。係咧 aesthetic 嘅 clinic 會做呢拍針。啊，個人人未等呢，因有變波成，因見真係拍針，我第自己冇嘢。你把去拍針貴咗嚇？冇事啊，我哋唔要緊嘅，我哋夾事。呀，冇啦，你講到家己夾事啊，龍，你都冇夾事。你夾事啦。
你都冇你下關咯。特別我下關。誒特別係講下，你咁晚誒，你特別你講嘛，你特別你講，哎呀你啊怎麼樣？你是咁晚愛水呢？了啊是咁晚愛有成個有伴。你明白你意思不了？有的人是你恰是你有伴，你冇歡喜，你。水無伴本無歡喜，你是搭一種。哦，我是愛水有水無伴，佮是愛無水有伴啦。我愛無水有伴。啊，對了咧，別人阿德，我冇明白係我就點解呢？就是我睇都冇明白。一定要幫自己嘅背記啊！這個。不 ，OK，你。有的人想，那是講下，你是咁晚有伴，你知伴意思是咩？成個有 boyfriend girlfriend partner 呢啦，有即係像一個 love one，I mean 是成個講愛情嘅，假如有伴啊，你咁晚有的人是想講我水了都會吹到伴嘛，特別冇得掉嘛掉，冇得掉，所以你就是講你是搭一種啊，你較 prefer， 你較喜歡搭一個水。了無伴，特別你有伴，特別無水話裏邊，你是搭一種。actually I don't mind 無水嘅。OK， 特別無水我 OK 嘅。OK， 所以特別是較要緊啊，有伴是較要緊啊。佢無啦 ，I mean like 本時伊個大陸會看陣啦，無你要伊邊啊，歪嘅一邊嘅啊，就。You know, sorry 啦，有個人變愛接邊嘅 ，no offense 啦。OK， 但我判斷呢邊，你剪掉一開啦，我喺這邊。呢邊愛接邊，我 sorry 啦。特別別講嘅啊，我是你是有你該有感情嘅是有無插煙轉嘅。特別係 generally 啦，迄種我熟悉嘅人啦，伊人嗬冇死白嘅人咧，伊感覺講。哎呦，係咪說伊看了安尼款呢？係咪是唔是你是夾派快人？你是講I wouldn't say 我是夾派快人 ，I would say like 你冇講就地鐵又叫你成日轉咗人島上灣。No comment。係你 no comment。老雜多繞啊，講。係你 no comment 嚇，係你 no comment 嚇。特別 generally 咧。我未接受泰國引導嘅人，我 feel 講 approach 我 feel 講應該已經是 scammer 嚟嘅。哦，你相信？我會你咁解。我估計人嘅電腦有冇一個上看嘅或者係假 profile 咧？我先你們上嚟講嗬，你應該是假 profile，因為嗰啲引導都冇可能係假玩嘅咯。對，就是咯。that's the thing。OK， 來高手機。想啦，我 I mean like。我不是感覺白，你無講水啊，你都話是講我，把你 I mean 集啊，把你較 enjoy 我家己一人啦。哦，特別我覺得伊這個心態真係老嗰種，因為20幾歲呢，伊後來啲 enjoy 家己一個人嗰度，即係真係貴，係啊，即係真係貴換嗰度。啊，咩就我話10幾歲啊，你講啊，你學我變水，我邊度上玩啦，你學我變水上玩啦，特別高32啊，那是伊嫌家己無水玩啦，伊個會護過你咋？你冇你入幾回呢？對，係咩？你就是講，if 你嫌家己無水嘅話咧，你個會做真正物件，學家己水嘅。Actually 呀，你每個都真正少年啦。那是講，那是咱唔係我講嘅Alan啊、阿龍啊，那是講我學你讀等於20個歲啦。我愛你隔咧會，當今嘅結會隔咧學啊，我學你讀等於20個歲，我學咯。我學你我隔咧結會，你學讀等於20個歲咯，我咁運咯。而家20個歲，我特別我貴晒拍片嘅嘛。喲，我都買拍片啊！那是我有20個歲身軀嘅話咧，我個會拍片嘅嘛。咱個會做嗰陣嘅變咗少年嗰種。特別我老啊，我都啷愛到對起少年鬼，佢在頭實起我買。我愛，你唔係我愛話我愛咯。你咪講你學到等於20個歲，我家下狀相我都買。我做過一隻講嘅物件啊，我做過一隻講嘅，唔對，我學會唔對。你咪講我學掉啦嘛，我咪錯啦嘛，我會使。所以對起是，如果會記你 knowledge 退掉你
地色嘅啦。但我意思是嘢，講可當你幫唔得，當你變到呢條過去嘅話，我會做前一隻掉嘅物件咯。少年時我冇做掉，但係我是未講嘅阿龍。去教你整形少，佢哋冇。係啦，去教一個襟站啊。Okay，I think 我 understand 學點嘅想法 ，you know，like 我本時啊，若是講我有機會啦，我對短期我20歲嘅時啦，我 restart again 啦 ，because I think 我真係是做物件真係衝動，做物件覺得真係無對嘅，對人覺得真係無好，我真係。好個仔女嚟鬧啊，過嚟參加邊啲學嘅咯。少年時抽落嘅講 ，yes， 因為啲20歲嚟參加時抽落嘅，yes， 就白冷飛機，個白冷飛機咯。係咪講佢個字？我諗都冇，你只少年嘅，你當前只少年，你做前一隻面嘅咋？你都冇教，你入幾回？你入幾回教啥字？入粒啊！入狗啦！入狗哇！差唔多要殺掉咯。sorry 啊，到你了。我想你入過去就入過去，你入狗就聲係 OK。一百人嚟估我感覺到一甚至係比人嘅鬧，唔是鬧，唔是講鬧，一隻安怎啊？成個運動咯，運動對。OK 啦，運動，你貴嘅行貴嘅關，都做你把路嘅人嘛，所以 it's OK 啦，我 feel。特別所以你無講愛上愛有伴，啥物本咧啦，你即對你實講無重要啦。但你本無講愛水，我人哋真 give up 是真奇怪，你就教佢，你冇數啊 give up 佢咋？你就教佢，你佢做尖嘅嘢。未必唔是 give up 咧，未必是冇插。我唔是 give up，未必 taking a break。冇插。Just very confident in myself。哦，所以家己啲個家己就只滿意啊嘛，安尼講好啊，我感覺到，免講佢對。有啲成功咧，邊度成功？特別你感覺到講，阿咪唔是講未水，就是講未去吹阿龍。吹阿龍，去吹阿龍。佢嚟先拍針，拍針嘅邊波。如是有愛水，就是講往時你嘛特別講，哇，青啊蓮啊，啊什麼你看青蓮啊，青個水衫，你看有？有是講愛水，是講啊，若是講啊，較學家己嘅。第一嚟講就是愛咩咯 cut down 咯 lost weight 安尼款。哦 ，OK。特別係你是你做學家己是唔是？嚇！特別我朋友去食下你咪減肥嘅啦，去拍下你咪減肥嘅針啦，所以下你我賣咯。特別你就呢邊拍，唔記得你入教會呢？你當然去 gym 啊，去跑步啊，你愛做運動啊，你會護個你就入教會你真正會護就。對，你重要你特別 start 有做一個運動 regularly。You know， 你特別愛做個正向嘅。我贊成。metabolism 嗰個 working 咗咗。你有當時你嘅 habit，你被 build 嘅 habit，所以你買做成項。像我當今啊，我唔是講山啊上面，我成日特就要去行。แล้ว行好，我唔係講你心態，就是想講，我係山啊，你去行咧就未大漢，然後只要做兩禮拜，我未上，我咪做頭做出去接物件。然後我一做時我去行，我是想好啊 ，OK， 我 habit 然後去行啊 ，clear 我 mind，然後聽播客，先嚟行。然後你 build habit，然後本 start 較好去，睇曉啊。你面做只激動嘅嘢咋？我即係我上尾做佢特別，我心態，我 already give up 嘢啦。你入教會就你嚟做咗，你其實啲表嘅，你其實啲表，我攰時攰你頭當嘅表，你其實我就去做啦，你其實唔會做啊，你其實我其實就講你頭兩隻表，你其實我啦，我換正就使啦，但係你都學過換正就使啦就。哦，你其實掉你可能，你 maintain 掉，但係啲我換正做喺裏面嘢話。你其實唔會表做好啩？成嘢咗，係咪出線？哎呦，我今日情 A 嗰陣，我做咩是情 A？做咩是會情 A？我啲出嚟，零啊，頭殼零啊，啲出情 A。嗰啲人都會情 A。嗱，佢一頭，咪做另外一邊，你咪做另外一邊，我梗係快啲啊！你成個，你做另外一邊嘅表，我梗係成個，你攰你身軀愛兩表安尼款先至。兩表夾啲，你特啲學5分鐘嘅啫，你我都係做到5分鐘，特節啫嘛。我一打都好叻。我真係暑假行路，我感覺到行路是，你我是感覺到行路是學我腦啲 relax 掉嘅事。
所以我行路，我阿得看風景係水鳥，南西我水鳥，但我甲我翁囝行路時，我正時我看到幾隻鳥，然後伊無點點聲，無成隻鳥嘅咋，我普通是大概6、7隻，或是9隻，或是到10幾隻，我水，到啲行路嘅，人厝頭整嘅呢。而且你免講，你免講上講，愛行個逐一 km，你明明就是講 set aside，OK， 30分鐘，我行路呢，我就是30分鐘 set 一個 time，我行30分鐘 up 了 ，OK， 我就轉出了，安尼款。講到放飛機，那是講我是有 personal trainer，我就得放飛機。我好我 personal trainer 放個飛機，佢就打我咯。哇！特別那時我發現我上講，發現我退休嘅時候，沒有退休嘅時候，我點聲到啲馬來西亞較久嘅時候，我搞去吹話嘛，我係心願啊，即係希望啊，成日再講啊。心願啊！心願啊！我一隻心願就是講，我會較濟點聲度，唔是講成個短期4禮拜啊、3禮拜你看啊，我被短期成較長淡薄個2個月、3個月，你看我會大教嘅嘛，你看10日，你看有點聲個伊，然後我哋想講，我其實我因為伊個老人經邊啊有一間 gym 嘅嘛。所以我想話，maybe 我去，我會使去 gym 啊，我會使上去做運動，然後嗰個去個台灣嘛，你看，我那時本來使，因為我當今我有一點聲，我有一點，我感覺那是講我有無做工咧，我感覺我會 maybe 做較濟運動，我當然上面我行路是 OK， 是講我被 add 淡薄迄個 strength training 淡薄。Anyway， 來講翻飛機個，對，南西也是actually 個 clubhouse 入邊佢哋學幾件個賣清嘅，路人 of course 啦，路人想還沒整起一機，還沒可能幫飛機嘅整起講就，讓佢經驗，你可能係都係為數咩人，阿老講嘢啫。人想話我咪放飛機咩？我無都較堅持幫人飛機。哇！扣回起來啊！來！小弟，sorry， 小弟起來啊！小弟是幫人飛機嘅人嚟頂。小弟，你學人幫飛機哦？能聽到？嚇！來講下你幾告訴的幫飛機。我講啊，我係考嘅。來，不要緊，那邊咧學人食。有一班嘅人咧，有人講拜一拜個咩開房，然後人有時人拜咩人轉來啊，有做工啊，學嘅。希望未去接人房，你是講 clubhouse 房啊？未去聽人講話，係咯 ，relax， 人無係咯，人無開房哦。แล้ว你站咩佢什麼9點看5分啊，冇開。咁咩是第3禮拜好無？呢個我特別我 PDB 仲有看，9點看5 OK。拜一咧，拜一去看，就很少大陸。Siapa makan cili dia rasa. Wah mesti kena mesti kena Silong 有朋友呢嘛，對唔對？哦，特別是如果講到Silong嚟講就好啦，嗬 ，OK 啦，不要緊，我講了啦，感謝。唔是講人 terima kasih。我有啊，你 case， 我嘅 case 真奇怪，伊無幫到飛機，一來，我拄過啦，你一來啊。特別嗬 ，OK， 我講 OK，location A meet 了嘛啲 location A 咁冇，你講 OK， 把路往去 location B， 就是 meet up 咧去 location B 咯。所以 when 去 location B 嘅時候，一直係人是撞去嘅。哦，對唔對啊？伊人是有來嘅，特別交往去個 location B 嘅時候 ，point B 嘅時候，誒，係咪頭先唔是來啊咩？追部啲嘅？未必冇聽到講到話會。無，伊是對往車啊，唔對對啊嗬。伊受抗都走去，所以是叫做閃曬腔，一線啊，閃曬腔。特別伊無教你講嘅，都最後，伊是無講嘅。你拍電影沒事講，冇啦，我先我對嘢啊。先對哎呀，不當冇咩好事。誒，你攞 OK，你幫飛機嘅 excuse 嗰陣咪講。
那係咪 excuse 人得講啊？學嘅話，我弊咯，個係藉口啊，理由啊，藉口啦，就是講嘅，是講即係口就是佢哋理由謝啦。你確定人講特別我俾聽啊，話西是講呢，這理由謝就是講伊隻謝話，是咪講東講西，伊啥物事未來，啥物事，擺清嘅路，啥物告訴我是我佢驚。可能放飛機告訴我，我想袂到，是講可能放飛機是真濟到，是講無啥物，可能放假，對上啊，無 feeling 嘅。入面都是飛機條咧，我無放，我飛機條可能放我嘛。Hello，你飛機條，你是飛機條，人嚟放你飛機咯。誒，飛機條是 flat chested 啊，唔是飛機。其實旺仔是無然後你是看飛機嚇，看飛機。看飛機，這個伊唔是看飛機嘅，伊是係可能係飛機嘅。看飛機係咩做？就是規隻包人飛機咯，飛機昂咯。飛機昂，哦，OK，坐頭幫飛機嘛，幫飛機坐頭。啊，飛機咧，飛機你可能幫飛機個事嚟講咧。我上飛機有咩特別個事，特別就可能幫咗隻刀，普通嗰時候就是買來樣無來。我有幾間朋友真正暑假幫飛機，往規 group 嘅人知啊，你解約出來，你得心理準備，人家就無來。OK。但係佢知道就好笑，即條個是等人幫飛機啊。知道伊講，我係出條會笑啊，人家是真正愛佢笑伊。你想講？哎呀，我都會笑。我規道有人聽起來像甲講偏話，特別變到隻隻有一個字咧是，伊學巴士經過伊大條看他車咗，即係我大 Davis UC Davis 是，然後我一個我特別我特 train 人大 lab 去啦，然後講好幾點伊要來 lab 我 training 嘛，然後。伊無來要走，第一節個無來啊！但係我只 first impression 就無好嘛。然後我係 lab 人講我，哎呀真無來，然後有人嘛講笑就講哇！伊第一節個間無來，無 text 過來，就無 email 無 text 過來，伊第好有真好嘅理由，想學巴士浪啊，啥物即係學巴士浪唔使哦，伊唔止就，伊寫到腳踏車嘛，然後這是大 campus 嘅位啦，campus 嘅巴士就無看到伊，浪到伊經到伊一下，然後停了大伊嘅面頂，伊腳踏車嘅鐵插住伊嘅卡內邊咗。Oh my god！哎呦，咁啊真係，嚇真正解咯，國家唔知幾個字伊個到端啦，有斷了，夾掉佢哋。你看電都是鐵的。哦，我 train，所以我 still 就 train 呢個嘛，個 delay 唔知幾個字啦。然後伊夾到 clutches 做幾個 training。就所有我想到我不知。咱放飛機有陣時唔是有可能是蝦米？有可能是特別我係朋友放飛機，理由嘅，嗰隻是無理由。嗰隻佢是飲半段咪去啦，我感覺啦。啊，對，即係佢你講 flight ，flight 對。我想到對我朋友本時人哋看你掉學攞啲經驗，你看放飛機，變面做咪？Say hello my Hokkien friends，hello。迪哥嚟喎，迪哥，你使參問起來啊？I 講話使起來講，我 time fly 上邊的蠻對。OK。大媽就是他 OK，so OK，你放飛機南西可能放飛機嗰時嚟聽啫。我有影無放飛機嘅，我來啊來，唔來啊誒。冇，你把可能放嘅少啦，因為我真正惡嘅人嚟。人唔敢放你飛機啊？對，你放我飛機吼，我唔影不得會對，我會，所以嗬。應承我嘅人啦，較濟是無咪敢放飛機嘅。因為你甲我講老實啦，你買來咯咁無。你買甲我講直講即個講迄個理由背油，係咪個係咪導遊係咪開本有嘛？理由。係咪啊？理由
了你有坐過巴油，坐過巴油，哈，所以我食少的，我食少拄着幫我飛機，少有特別真食少。你有坐巴油大地啦？有個人啊，有個人都買來嘛買來咯嗬，你等個人去個搞啊，last minute 個人我未來。對啦，了有陣時我訂的位本是有滷的嘛，咁無，了我人講預備訂的菜個了本有滷啊嘛，所以我了就比講，你無來了，我人講愛想講嘛，下面replace，嗰時講我人叫的菜，佢烤嘅一筆類翻出來。特別那時講，那時你放飛機啊，那時講有直接咪來嘛講，sorry 我 last minute 別我好累，攞去食咧，嚇啦，好累，嚇你咪是教做人咯，咁咯，你就是有年只有數別來教呢，對，係啦，我頭嗰個時候掉啦，我記得講去做工嘅係咧，我古早咧即係 restaurant 我俾請人嘛，所以嘛有一個employer 嚟 interview 咯，所以頭一日做工。所以我就教伊 kitchen 嘅物件，都俾安怎做物件、調料啊，係咪個咯？你唔使做啊，2點鐘啊。伊甲我講我要去我嘅車嘅位件物件啫。即就無對來啊！走嘅啊！你是上西巷咯？還是鬼魂咯你？平安未做。上西巷就有人成日講，特別好，有人會做教嗬。No。即係你嗰時行，都冇出去。你講伊要 interview 嘅，然後伊個來個無來啊，等伊攞曬啦，你看你要來 interview 下幾點我來，我要來，結果伊無來 interview。對，interview 係你是，係你每時係你有嘢就幫飛機啦 interview 嘅，安怎有人做教呢？可能物件，咪咪得較老啊，嗰時做都冇去 check。伊無掉河巴斯龍本呢？可能會咯。嗱，所以我講我有都佢差不多上下河巴斯龍嘅褲。嚟講下阿龍嘅，阿龍，我歸哪裡？有一個我先講別人，跟我自己無關係。特別我古早我公司裏邊都佢攞刀咗，刀嘅時伊做工嘅就，個例嘅咯，當數嘅咯。係咯，伊行業有一日有一個 meeting 伊應該參加嘅。伊無出現咗，伊無出現呢。伊而家是直接是面來做工，面來 office 嘅頭機 meeting 嘅位咗，伊無出現咗，都頭家就奇怪啊嘛。meeting 了啦，過後頭家想辦法去找伊咯，但係伊無聽都寫咗，伊完全無聽啦。我講有書本啊，對唔對？都我就去找伊地址，係咯，去問迄個伊個 guard house 咯，卡佢個 building 去問啊，問伊 guard house 講，有喎。早期 CCTV 看到伊有出去咗，伊有出去，係咯，隨住伊買電話，我拍電話伊買咗，伊話講我唔知呢度，我唔知喎，所以特人們驚咯，就就驚唔知咩事咗，所以佢報埋來咗，伊馬仔伊報埋來了，報埋來了過後，伊唔知暗暝9點幾10點嘅事啊，伊個 message 伊買咗，伊個 message 嘛講話伊有事唔事，我就成日講咩事唔事，我唔知咩事唔事，就到底我先唔知咩事咗，究竟個計做咁多隻啊？冇了，直到差掉，因為而家上個伊係咪數嘛？我哋唔是喎，伊講我suddenly feel 就 stress，伊俾佢 release，所以走去山裏邊去咗。哦，maybe 有可能 call 路俾阿 mini，maybe 自己笑。往時唔知啦，特別後來伊有，伊直接過嚟我度嘢就，伊冇出嚟佢啦。伊阿妹俾你入面嘅，我頭佢就到起航嘛，頭佢就阿妹我 passport 咗，我 passport 伊未接嚟。行，我去食物件到個呢，我甚至我別記了。然後後頭是行，我嗰一班朋友，用到啲卡拉 OK，我個一去過馬路，到布拉迪古是邊
Malaysia 老頂嘅古早是有一個什個一種 bar 啦，了個有或者 open karaoke 好路嘅啊。然後說我唔捌嘅咯，就嗰啲人坐我去啊，你看到咗，然後我參與去咯，坐一去，然後咧點歌咯。嗰啲是你朋友嘅朋友啦，你是講都唔係數。對，我係朋友嘅朋友，然後對咧，時嗬，就是到迄邊坐掉，我甲伊對坐掉，然後無咧第一時，我迄個朋友，我 realize 講，伊不見去哦，伊無佇去哦，然後就你當然都是調甲你嘅朋友嘅，你朋友嘅朋友就知啦，當然。對，然後我就是問伊朋友，我朋友嘅朋友，我問伊，你看到伊無？伊到落位，你講伊走了啊？未必有咪食條路咧塞去啊！咁我介紹一個朋友咯，啲物件，佢出邊嘅咗，介紹掂起啊，你走咯。你報掉是你朋友啦。冇，計惡活呢 ？After that，計奇怪呢？佢哋人唔捌我係咧，個唔知住嚟嘅，佢哋，you know，because 我冇 intention 去對伊人嘅嘛，you know，我想我是尋我朋友去了，after that 我朋友 after that 講愛走了，伊會成日講叫我走嘛，對無喎，伊直頭家己走了，索嘅哦，然後 after that 我 realize 講伊無對皮咯，伊有 something wrong 嘅，伊 something wrong 嘅。誒，點解我一直處理人？我就冇事講啊，有陣時啊，做唔到物件咧啊，講我mentally 冇 stable 啊，我 feel 到真正這是處理一個 excuse 嘅嘢咋。伊就是咁樣講咯，嚇，伊講我講你看到 sorry 啊，我sometimes 啊，我成日心理啊，無平靜啊，แล้วว่า something 我出隻 sometimes 成日衝動啊，講你講物件。特別樣做人看無好什麼，無好是講真正你有影諗，有影真正你嘅 psychologically 你嘅心理有問題人啊，變做人被 take 你 seriously 去就，because 有你真正你 mental 嘅issue 是有影嘛，特別有人用做變做係咪講咩口係咪藉口？藉口做一時變做成間人講下你係咪聽到講一個係咪人來了告訴呀？先這樣子睇。我是講起你 introvert 啦，你一不嬲當時成日講我愛人，可能我誒，你講係 introvert 啦 ，introvert 嘛，愛人都是伊人愛嘅是伊嘅人啊，愛人嘅是伊人啊，佢哋。當時點講伊人嗰是愛人嘛？哦，啦，當時點講嘅？往啲 Asia 真正是 introvert extrovert 意思係愛嘅伊啊，意思愛人嗰是伊人嚇。所以我哋 introvert 嘅愛人，即係 introvert 嘅人是伊家人講話伊手本準嘅，伊真正驚嘅咯就真正你看人。佢講我 introvert 就是嗬，我不是家人講話，我係 introvert 人咯。誒。就是真正錯咯，就唔是安尼款嘅。特別是你 introvert 是你愛去家人講嘅，你本歹勢，你別講嘅。特別 introvert 有只 level 嘅 ，because 只 level，你有當時 adapt 你人看我攏就是講我是 extrovert 嘅嘛對。我八卦啦，就係你是。我正人是 introvert 嘅。我本事 actually 我本事嘅，我是個關啲出嚟，我冇是個家人講話嘅，我出來是白白，哇，邊啲學嘅你白白就真歡喜，哇，做 entertainment 嘅 ，actually 我唔是嘅咋，我是個一個人。特別這是 level 正 light 嘅 level 呢嘛。兩個白字，你講啦，啲舊料我就講話嘅時候，咁你伊人嘅愛人嘛，啲舊料我就嚟講話叫做初本則伊，體本則伊。我諗冇講嘅，Korean 冇人啊，得講。喲，貴你 Asia 聽緊香港嘅，貴你 Asia，係愛人嘅伊人。但係我同你做啲錄音，我梗係真係對，你看你唔驚啊？點我唔係？你 maybe 你啲 US 冇 feel 到啲 Asia 真係是驚，我唔係講 introvert extrovert，我估你時間看講 introvert extrovert 嘅時候，到底你要分咗伊嘅愛呢？咁就。嗰啲是體本則伊嘅，初本則伊。體本則就是大文字嗰就是 capitalize 咯就。small letter 嗰是，small letter 嗰是 capital letter 伊是大號伊。特人講我是體本則伊嗰就，特人講我是 capitalize 的伊嗰就。哦，OK。而且我唔是。
哦，其實你是社會愛，我唔是社會愛，我就是 normal 愛呢啦，我唔是社會本。我唔係大號本 ，just normal 呢。嗰個 normal 愛唔係大個社會咩？未必係社會愛啊，maybe you're right，社會愛，唔是講真正愛咯。特別有人是真正樣變做成個啥，但係唔使講樣嘅 nervous breakdown 咧，係 anxiety 啦，就是講 anxiety。對，伊緊張，伊手直直轉，伊愛講嘢，伊本真正同我講，伊夾氣可能是，對，但個可能特別你話叫過來啊，個的過來，特別冇開 camera 呢 ，hello，啷未？我這個時我唔知道先講句啊，我sure 都係禮拜六嘅辦講句啊，我是冇辦過飛機嘅人嘅咋，我買去個，假如講買去啊，我冇講，OK，我是冇跨性嘅，我阿家仔佢見買去個講買去啊，然後直到是我這是我幫飛機冇去做工嘅個數。哦，迄時我就 OK， 我去走做工嘅時，我有點就去走去 Europe 開成個 meet customer meeting 嘅呢款啊。leadership 真正 tiring， 真正散嘅就，因為我嗰陣是拜個做工了個杯，還是拜六就去杯，了大結果 Europe 我直接 adjust 嘅，然後拜一個 start 了咯，然後伊是我諗是特日無上國家走嘅就係，所以像你去 Germany， 然後去第二節個飛去 France， 然後去 UK， 然後呢走協調啦。然後嗰這是一禮拜呢，有時兩禮拜，然後直到時我想是去一禮拜，然後到拜個佢去了 ，OK， 拜六我嗰隻大一節，大 Europe แล้ว禮拜半對來，然後拜個去做工啊就，就是我直到我關係是 OK， 但是到有影真正散，然後個淡薄就咁安尼破病，然後嘛，迄一日對禮拜對到厝了困 OK， 然後拜請時我請時啊，人浪了係厝嘅門啊就，講啊，講，叮當個講就，然後我請做乜事啊 ？Because 我係 building 是有。你得有數時間至去 building 嘅嘛，你冇可能去到門口嘅嘛。還是你冇數時嘅人咧，你就你有 intercom 嘅，伊拍電話接來外厝啦，訂落去可以接來嘛。呢個冇人 intercom 接來嘛。然後請我咪搖，我看咧，搖幾點啊？我搖係放起來看哦，12點啊就，佢未請。Yes， 你明白個 jet lag 嘛 ？Europe 比較上冇講，12點啊就，然後我連大鬼都未記啊就，confused 咗係confused。然後第差咩個是 iPhone 嘅 notification 啊，滿㗎了，幾十嚟就，幾十嚟 text， 幾十嚟電話之類。你係 silent 嗬？冇會就第一個一秒聽到，我完全冇聽到，我完全冇聽到。成個我說你係內諗你看你直頭內諗琴日都未記。我完全冇聽到，我諗咩？我完全未記，我諗冇單。我是對人也別死啊！我唔知就是6點佢個幫咪12點咯。喂，我做過人我唔記攰到6點10點啊！我 college 冇接到 ，college 冇接到 email 我冇嚟嘅，我唔知就是我12點都打電話咧，我看到點上我都 check in 12點啦。快清，然後見到真係撞嚟攞我嘅門喎。馬達，裏頭嘅 ，yes， 馬達，你揾。Oh my god！ 你真係咩事哦？我係咩？你就因為人看了真正驚，你這樣子我都啲你冇你看的嘛？你用是冇幫飛機嘅人。耶，做完全冇幫飛機嘅。伊講冇可能，伊冇出事，冇來做工，冇可能。
然後我係 manager 個 HR 亂咯，我 manager 你學我依個地址我去取，HR 講我未使考慮嘅地址，我未使考慮嘅地址，然後又報馬達咯，如果會辦法就是報馬達咯，然後報馬達你喺美國你冇交20幾點鐘，人家就冇來，所以我唔知啊，我覺得所以我唔知人講我們驚人買來，特別我解釋嘅，人講 OK 我去，因為我大 bowling game 學平時真正。冇 crime 嘅位置，真正冇事發生嘅你所在嘅咋？我看你馬達們真正成冇事做。你但係人們講嘅只馬達真正成冇事做，冇可能擺一隻安尼有影攞橋嗰隻，攞你得開始樣嘅只們就攞白白。嚟個時候第奇怪個是 ，OK， 一攞係冇有開門，你講你 workplace 叫我來 check。welfare check 嘅，講下我冇事，我困未請，講 OK 走，人個走咗，你可能就，你想講也是一個樣個家姐妹唔知我係款時候就款，伊唔知搞啲我做啦，你邊個未必唔是擼嘅嗬 ？Yes， 可能我是 kidnapper， 未必擼係白料，我就有呢，一個一部門打無接來咗，樣看下伊面就成樣講，特別welfare check。馬達我可能一樣識法本嘅，一樣可能 experience 看正起有你想樣嫌疑嘅面咧嚇，一樣可能走。我未必覺得 AJ 人上邊咧嚇，冇嘅每就我講我只帶一個空別車，你個走咗，我 OK bye。哇！最後你我根本冇叫到車喎，哇！好閃啦！一表個搞困。哇！你講起我想到一道河。你只3點鐘啦，咋9點去做工嘛？3點鐘阿媽打過來啊！但冇誇張啲。對啦，係啦，特別人看到你媽大本正學你講4遍啊！條本都話，佢哋冇條車鏡，最少人嚟嚟。你 HR 有辦法講下，this guy I slept with her, I slept with him yesterday night. So do me a favor, do me a favor. 我是有一我你講起我個時候一道吼，我本是哎呦了，我一道起吼，我都真驚，因為我只是 teenager 嘅時啊，點解唔知18歲，花車17、8歲、19歲啦嗱。然後我從細喂頂頭我爸比唔會嘛，嗰時啊，你要往時伊係 stocky 啊，會交代講我咪寄回來一路地，你可能嘛，一拍電話嚟我厝，然後我直啲困了，我聽到電話OK 琴日啊，嗰時有可能來嗰時叫冇啦。佢哋話佢佢未聽到啲樓頂，我冇聽到妹。然後佢一到時，我仲想下你差唔多你時代，係咪我17、8、9歲時啊？然後就有一到第大代志，就是我係爸母即開車到啲北海過來咯。但樣usually是伊開車教嘅時，伊樣到啲北海拍電話對厝講，即是阿妹是，伊拍電話對厝講，伊樣會開車教啊。你會使出門啊咯，一出門都好，伊將坐 ferry 過來，我咪是就都好這樣咯。講嘅嗬 ，OK， 我嚟啊，嗌佢啦，就琴日啲到底算就死字頭，冇嘅仔啊！3把都拍電話，拍電話對啦，哇！我叫我後尾抹錯講，哇！看到他是冇 set handphone 嘅呢就，事實講唔知我浪車啊，是係咪物件咯就，所以他一到起我而家成日靜醒起來就啊，我唔敢覺得，安到天困到對啊，歹撇，就是可能我每時成困未醒啊，時間人家嚟幫飛機人啊。特別好，冇啦，古早，嗱是古早個誒，阿咪嚟，咋古你講咧古早個，真係咪啦？because 古早人無幸福無半行嘛，佢未考到嘛。但啦，成日大媽我佢驚講安尼啊，有幸福有下面，落誒你會困㗎，人哋唔在人誒，係種嘅真好料。佢成日行，講大媽佢驚講嘅，佢成日話按安尼哦，6 hours 啊。call 未到呢個度無上 country 嘛，呢個度 Arab area 迄邊嘅位嘛嗬。我 call 我冇辦法啦，嗱你回 call 未到，
伊毋知是因我講別 call 我，還是蝦米物件，伊無 call，所以我 call 伊，something like that，了 call袂到，先生 OK 無見咩？1 hour later call message 加了無個了，無 reply message 也無蝦米物件，了我個 message 伊朋友咯。location find my location。無啊無，但是無又無上電話，啥物無去迄個，所以個 call 伊個朋友問伊朋友人講人到 office 人毋知無說，一頭 call 伊 manager 咧，伊 manager call 伊本無，因為這個是去甲伊個樣個無上 apartment building 啊，去甲 apartment building 去弄門弄啊，我半點鐘啊，伊困甲人哋伊毋知人，弄啊！我半點鐘過來你講啊，安尼啊。有人成日講你哦，有人困死嘅，死到啦，困死嘅，吊回收一本白車啦。有technology是好嘅。第二個就是伊個厝，就是講伊困嘅話啦，有一個 CCTV，然後你嘅 handphone 是會錄影嘅，迄個是較安全咯。你 at least 看到講伊個困佇邊整位啩。對，我有個了，我有 CCTV，本有 location 咧，可能你成較識嘅人，你看你 check 你 location 咯。當然，反正有一隻好笑嘅故事，伊人大安尼去做工嘅人大 staff house 個未去做呢。未 CCTV 未，特別 location 嘛，不到你 share location 嘅嘛。你若是部，你一人用 iPhone，一人用 Android 後，你使用 Google Map 嚟 share location 咯。是講我係聽過Google Map 你使 share 你 location， 特別我捌聽人講伊個 location 伊往時撩電圖，有人講伊電圖係較正。自己開係撩嘅數啦。特別未必同佢 improve 啦。live update 咧，live update 是成個啦，但是你用 iPhone 嚟講 ，iPhone I mean iOS Apple 嘅，包括咧有 location I mean 你使 share 你 location 咧，咪叫做 Find My app 裏面，你使 share location 你使去看嘛。昨日我教我媽呢，我媽講對，我係去看，我係去check，我順到咯一本嚇，我係去看，所以伊當然曉。我講你安尼，你愛隨，因為忘記我係指過去在意嘅嘛。你我係指過去在意時，伊講，你甲我再看指出門啊袂？然後我講，不你個記到曉去看，所以我家都看到伊曉啊。我咪就係得啊！咁講俾集落去，真係搞咧，你我唔嘅。成聲啦，冇錯。我係罵，反正成聲就冇上嘅。我係冇啦，本啊，我係罵嗬，伊款本伊接落來嗬，伊只咁學嚇，伊只愛學物件，所以伊別成講，伊別曉本好嗬，伊成硬愛學嘅，伊一項物件別曉就是學個在，所以。好嘅一步就是一個別行佬嘅，就是一別曉 transfer 旅遊銀行嘅啊！一上看開，一上啊！你真係有當時 actually 你隨起來，人做關係小嚟，人是無相。伊對伊嚟講，伊真係一 step 啊！伊去第一件是伊做教師，伊會要開得一個 app 那款嘅。但譬如講 actually 你好本啊！你咪計，你係咪計？你變咗伊有人騙你啊！你對我好啊，你就別曉好啊！咁麻煩就你來位厝啦，你來啦！冇一直頭人啊！伊聽電話，伊聽電話，伊有影伊轉轉時啊，唔知人啊，伊唔聽。所以我講安尼是好誒，你唔知，因為我一件講樣成我人phone嚟講，如果真係當你用 social media 就係講，我知你後生對哪到啲美國看到而家人看到咱 post 物件，你後生在美國嗰時對哪時候浪車喎，伊都俾個借你係叫下面叫嚇死啊咯，死！這裡是算作講甲古了嘅阿種，馬路嘅啊，舌頭啊，copy 你 voice 啊，對，我係冇聽過咩啊！我係媽講我，伊講伊看我唔知有影朋友啦，我聽我媽講我是半相信嘅。伊講樣你講話是伊貼你聲，你是用伊聲，唔知咩 AI 去做去甲人甲伊出來人成個伊家己講話咧，可能特別我媽定住時伊一個，因為開始大面怪久啊嘛，然後差唔多一年幾年半啊，大落人嘅，但伊就真濟人 ，because 伊真 mentally physically 較慢淡薄，特別伊 mentally 真 sharp 噶嘛，所以伊就差唔多真濟朋友接觸啲朋友有咧成，伊 normally 成較。
伊成去樣做 surgery 嚟 recovery 啊，或者成較會講嘅，就是 usually not 較 stable mentally 較 sharp 嘅啦。所以就參與一朋友咧，嗬，紅咁對橋啊，一朋友，有時伊講安怎無地氣啊？是每個 staff 啦 staff 講伊半對氣了，你講唔是 at end of the month 個對咩？有時嘅季節咧是伊拍電話來互伊朋友拍電話來，特別買伊部電。Finally， 伊到底 WhatsApp 嘅時間講我 try to phone 你啊，講但係你是你咧，伊個 pick up 嘅 phone， 所以我嘛講，伊 pick up 嘅時冇講啊，伊個叫人聽聲，伊個 pick up 嘅時我冇聽話，你一直啲 hello 咧，真的是冇你嘅聲。我個時樣同人講嘛 ，if 你愛 answer 佢哋 number 你冇識嘅嗬，你 answer 特別你咪出聲下聲。哦，特別當然 iPhone 都有迄個，等到 hello 一落嚟聲。iPhone 有迄個 call screen call 嘅 feature 咧嘛，你 iOS 你人拍電話你嘅時候，你使 turn on 咧嗬，你一直頭尾你你講你名，你 call 嘅 reason 係咩？有時一講出來，有時你會看到一出 text，你免聽啦，你就看伊 screen 後，你伊講咩啊？我是我是 call from 係咪 company 係咪物件？是我俾佢講係咪物件咧？伊就 screen 一看到時候，你愛接嘅後，你看到接啊，你個訂咧就知道通嘅。攞乜用過呢 feature？唔係，古人有一個 database，你係使去 register 你冇好嘅就好咩？古人有一個 system，所以 caller 啦，我換。我Truecaller 咯，一傳出來，但是你 register 佢這個是 scammer 嚟嚇，伊個俾出來撞。你講，你人好彩就，係咩嘢就 AI 被 clone 講學嘅話，你 imagine 咗你人 clone 你嘅面，但 clone 嘅時候，你卡條佢隔你罵講華語啊，你罵睇到條就係驚嘛，你冇地冇數講華語做咩數啊？對。所以咱人後面，但是我同你講，用講福建話是好嘅嗰種。對，你 make sure 講拍你 imagine 我拍電話去 scam 阿John，我講華語嘅，講 English，嗰是 American accent 嘅，呢就真是別個關嘅嘛。我就係，嗱個 scam 咩啫 ？Hello， 你是做你講咩？你是鬧天？你人家未必係咩？Tapi asli AI 呀你往20年邊咧學嘅呢 podcast 嚟 train， 可能差唔多 AI。是啊，我真係話好似人哋叫我講話嚟啊。佢咪 AI 人咁你做咗係試下咩？接廣度嘢咁樣做你看了。嚇。阿佬，我都是俾介紹你隻物件咯，你唔得啊？你好用。介紹你一句嗰啲死啊頭咯。係啊，話聲嚇，你咪寫乜嘢啊？做呢個叫做誒，介紹先。係啦，做下介紹先。喲，你知你是去參加下你 Squid Game 未 ？OK？我搬 A。有 A 話 effect A 啊。testing 嚇，你浪，即係你浪嘅即是。Me pasa mal me decía además sí. Toki, o sea, el episodio de Secret cosas se va a secar la sea. Ay, ya chiva con chiva. Sacar chimangre. Chimang. Sa ideal pa rin. Ideal ko ba? Ano ba kaya ka chiva ko ko ho chiva da.哎呀，笑死啦！反正一等我睇做 voice changer 嗬，voice changer。嗱，呢個即係啊，誒，你話講到你即係唔是你話叫即係啊，拍色卡，我俾感謝大家支持，即係呢個節，感謝大家，咩係錯？好啦，
個4個第 N 的人感謝咯，邊個學嘅感謝支持邊個學嘅4個字，反正咧有一個德國阿妹咯，個白頭啦，拍絲格啦，冇白絲格啦，一個5個第 N 隻德國阿妹白鳥感謝個白青，對個白青然後感謝。個之前真係個一個講啊嚇，唔要緊，這禮拜講未了，下禮拜講，阿咩愛過節講。感謝，我講把啲時候，把啲我感謝啦，是我用佢哋聲 ，OK？ 個大馬啷個了，真冇OK， 個大馬啷個了，佢哋super chat 個了，感謝啦，大家嗱沙羅米是什麼樣啊？葡萄乾，這是啥哈？這是我唔知話名沒有？感謝講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effort and time and your cute voice。那個感謝支持。哎呀，女呀 ，OK。我都好了。變相，真係，咱嘅走話地嗬，咱唔要緊啊。走開啊！記住是走開啊！個走開走水個走聲。個有特別我一早班飛機時看唔到點聲，因為我點聲你美國我點聲是啊，然後我不講佢啦，三個朋友嘛，我一定內查某一個大包一本來，一個我是人講要去食 lunch 嘛，然後我點聲嘅時候，我一頭spring 嘅時，所以 spring forward， 所以伊講我12點頭名單咧，我隔啦1點個去，你我未去，我三個人內查某個我一來未去講我點聲，咧伊一個大包我點聲，所以就我就企喺嗰邊嘅時，即係啲朋友搭架車，啲名攤啊，就講卡，我講哇，你個早來，唔該講個早淡薄，問題就係死，然後哈，特別個派寫就本來，講哈來啊，食物件就一半時個上吊，佢看到點聲，就個再講往朝點聲，你個就死我唔做得啲喎，我唔做得啲人咁樣放伊飛機，唔是放飛機啊，是吸板就點整嚟。個人成日攞把成日真正幫人飛機過，我俾聽 from 佢哋。我係小弟嗬，一幫飛機幫個就好聊嘅喎，嚇，伊就好聊，伊 OK， 我聽到伊講電話，伊人敲電話，伊講OK， 我把路來，你看那度，你看我把路來，你快行去樓頂，唔是，伊行去樓頂旁邊，伊開門，然後伊困。Steady， 哈！我講，伊平講，頭先講電話，人 call 佢講電話，你講 OK， 我把路來，你一上機去困嘅喎。特別講把路來，係咪？我聽未少。伊是要周公。你來無嘅啊？你要困啊？你來無嘅，咁我未知你講。要亂都嚟發。這裡唔是叫走，這裡唔是叫幫飛機啦，這裡就是我未有講人講。這是看飛機啊！這是厲害，這厲害，伊真厲害，伊真厲害，伊是根本上講。伊到厝了，就是講我到火車掉來，就伊到厝。係你我辦做，係你唔是幫飛機喎，是你了講 OK， 我出掉來，出來當你未使了。And you'll find mine. 人知你 location， 人知你 location。特別我同埋你試試，我想，because 你係 share location 就講我 share 幾多節呢？我你係 share 你 location 就講幾點鐘，還是搞到幾名可能嚇？係你我暑假 because 你個用量上可能嚟載路啊，係咪叫你載嗰一段路了啊？還是公司？咱可能地址是你唔知講有識唔識啊？嗰啲群人拍唔建議，是你載到到你係 instruct 人就嚟嘛。我去載人嗬，逼急人嗬，我卡就是 send 你我 location 對嚇，我想做，我特別叫人 share location 後，我本來是用嚟掉是 ，because WhatsApp 嘛，
我在內面你 at least 講來去 toilet， 你 toilet 你看到啊？對，你去 toilet 性感冇，所以佢哋很重。對，你少，我成日特晚，你往時就衰成啊，我你特晚錄音就 start 先，我規隻去 prepare 張 A， 我三面面講 OK， 我就照嚟開 computer 啊 start 呢，會幫晒啊，真衰誒。哎呀，特別我就是你較早放嘅，我係辛苦嘅。我會超你點先？哎呀，我細一點先。我 usually 特別這幾隻就唔較換，我按部點針數，幫細隻較換咧。我能不 OK， 讓講啦喂，個後面咪咁樣包槍哦，人幫飛機物件，人幫你飛機，我未聽咯，冇人幫飛機過咩？有啦，我有幫過飛機，我唔是我幫人飛機，隨咗我幫人飛機本了。安怎幫？校長都講先。我講先，我建議講，如果係點做工條，我哋做工，我學人幫嘅。安怎你做工條？而家我拜有一個 meeting 我被教咗，特別同意有 AI 那個就未有講嘅。OK，anyway， 所以我常常我佢一殺嚟就唔想曉到用 Grindr 啊、Tinder 去誘人嘅嘛。我有拄過真係幾廿刀啊，上起來4-5刀咋。有較明顯嘅就是誘好了要去了嘛。後來我去到。one of the 唔知係咪所在啦，我未叫我講幾點去到一個 exit 去等呢？我去到咧啊，無久呢，伊 block 我去。所以我非得講依然嘅是來到。看到路咧，無下咧，就 block 我。我都過30刀安呢。但係我 dating 我那時候我講那時講我特別實 dating 過啊，我那時候我未啊，我話你無力啊，你未到對接落去啊。我別啊 ，maybe 把要流冷嘅電得，流冷嘅電得咧，流電得。我同你講，冷做你咧，我同你講，英國真係就懷疑。電得，better，電得，流嘢，電得 better。流嘢睇你即路幾廿刀啦，成日看本時人看啊 ，block 路啊，特擺嚇。幾廿刀是 block 我嘅，嗰時講我嚟搞會我搞咧，我哋都留意到啊。係啦，你小英，用佢哋正常會啊。小英特別，有當時時你嘛，你小英入嚟啦，你經就是經自己好看小英，你咪是經濟派看小英可能拄到路咯，你咪是未掉幫飛機啊咯。很多時候，有時我成日就講，就我佢未到自己關啫，幫冇好看小英機啊。佢咪就講你capture啫，都幫我。喺你 cap 寫啫，我老實講，就攞係小嘅，我安尼款都唔嚟啊！冇啦，你咪講成話你到底做，你做安尼。我頭先 post lang 嘅 unappealing 嘅 Tinder 上 ，unappealing 嘅成。OK， 起來啊，講得。係咪時辰㗎？係咪？我唔起來。你咪得拍用到電腦嘢係你小時候嘅。Actually， 你使攞住把刀喺電腦啊，會 catfish 啦，時你使係有聲音喺外邊。你那時講樣嘅 contact 你，但係先講樣看到你嘅時咪 pleasantly surprise 咯。我覺得你真人水喎，你就應該水喎，吸屎咯，應該吸屎。那麼多個人啊，看到你頭一擺嘅時講，哇，你真人卡咩呢喎 ？Especially 咱本來好見嘅啦，冇本來好見人，特擺哇，你真人卡管啊，你看你冇得背，有人咁講嘅冇啦。我香港一間冇計你咯，講冇啦，因為唔是冇得背，人講哇，你看個山啊，什麼嘢？有人講，我是 feel 到講是阿蕉就關你啊，阿蕉都係嗰條樓推幫鼓去，伊唔是普通嘅關，伊是真正關，對，伊真 surprise 我迄個。而且我冇 expect 到你安尼關門呢，John。都就都嘅事。是即係人同我講，你關啊。
即唔知咩事嗬？唔知咩事到底即人甲我講，邊個福建人係拄啊頭一擺嘅人啊，特別講哦，你較我特別 imagine 無 imagine 你來管，特別我冇講真正管，唔是阿蕉嘅管，我是普通嘅咧，普通嘅管 ，maybe just above average。阿蕉講佢咩？阿蕉講佢話謝，真謝啊！阿蕉真管哦。講正對邊個福建人管嘅人真謝，我嗰一個我冇 expect 管嘅是七點嗎？啊，七點乜誒，嗰一個真正管嘅是德哥，德哥在管咯。德哥管啊，你拄過伊啊？嚇，德哥，你係開小英哦。你唔是叫我聽嚟喺一仔路嘛？嚇，對，一仔我個阿龍嘛叫。對，我係而家都 post photo 對。真係德哥，我到底 I think 我到底 TikTok 嘅嘢。啊，不，真係這上面，這是四個人嚇，我嚟看，嗱，看到我後生，誒，你其實，到你啊，其實，哇，其實頭毛咧水哦，喏，計到你其實，哦，你胖咗嘅頭毛，比你咁胖，如果乾坤山嗰啲水啊，掉呢，就是哦，掉啦，唔係聽佢咩？掉，這啲係咪是掉嚇？掉係咪是掉？掉就是成個燒雞燒啦，哦，燒咩？笑就功夫話掉佢睇，冇所謂掉啦，掉，係啦，冇掉人，真嘅掉是福建話掉是 silk。掉，安尼就是講一成個燒雞，就吉啦，那叫做掉。安尼啊，吉啦嘛好咯。冇啦，掉嘅意思就你聽得啦，聽到掉，就是講你啊，零嘅就叫掉。放起來食筍，食骨。啊，感謝吉利，但係時我就即把10 second 你講我冇聲氣，我拖把就是掃到看，要試安怎，因為我係咪 muted 佢。特唔知咩上險就 glitch 啫，好個仔。個特別嚇，但係你講你幫人飛機嘅得。哦，我新加坡朋友，唔是新加坡朋友啦 ，actually 是檳城朋友。แล้ว伊去新加坡做工咧一堆來，แล้ว約伊了嚟講其實愛去白白甲伊拄面食物件。唔捌拄過嘅，還是捌咧？拄過嘅，捌嘅。OK 嚇，然後即係時我就問伊講，你其實你幾點有閒係咪嘅了？你講我等陣我愛去 Queensway 啊，你愛來拄我無？了後頭我就想，但嘛因為before that 嘅時 ，before 每嘅時吼，我教我嘅 family 白白出去，然後規個位個了直直都 jam 掉，然後所以嗰陣時，伊講我去 Queens Bay 位對見面拄我，我到厝嘛，但做冇啱位，然後想，哇，介線啊，愛去嗰邊，然後我哋回過嚟 jam，然後講別啦 ，I think 我別啊嘛，介講知道，是我介講。特別你當時講嘛 ，OK，你見面拄你咧，就冇記喺呢度幫飛機啊。嚇，我是坦白甲伊講，你到來去Queensway啊，但你佢期靠 jam 嘅了喎 ，I think maybe 拔刀啦，拔刀我嚟拄面了啦，你看我甲伊講，嚇，隨緣。有緣嗰隻對面咧，隨緣。對，我有緣嗰隻對面。特別有當時成日看本往時成啊，我一早咪講就是啦嚇，一早嘅時我actually 我是真咪無心想愛出去嘅，我咪講咪正經嘅，其實我看人聽人哋邊度嘅人得罪人，有時我個參一點，就咪講啥子？你知我想講啥子？你知，但係 OK，so 唔是講我出去我用時是我個再講係人我隻機會拄到隻少嘅，所以我咪是 OK 咯，我隻大嘢本來我講 OK 去啦，特別唔是我拄嘅人是我拄嘅人個有
人家己朋友個，了其中一個。伊下哇！你成日就無事咩？แล้ว伊個成日有個人都在，伊就去教嘅時候，你捌嘅人無上啊，成日講 update 你 live 啊，係咪物件？我唔捌伊唔捌拄過伊，係一頭講，隔了個伊講，隔了貴 topic 嘅係伊個就咁講完了就。แล้ว講，แล้ว當部成日當部 grading 當部，所以我嗰度咧。都成日應笑真正應笑啊！你話對住時我計歡喜，特別我冇放飛機啦，飛機放飛機。感謝佢先那裡 subscribe 邊嚟好嘅，哇！你看你 switch 佢，你話 subscribe 歡迎啊！你話，哇！你 logo 都特別做嘅啊，特別做嘅。我冇得最看到你啊，你係你特別做嘅，係你 logo。多謝特別做 logo 你 welcome 咩係你 logo 係歡迎啊對咯 subscribe 啦能冇 subscribe 人 comment subscribe 係啊看到 logo 我同你講啊真係濟人啊聽邊啲學緊嘅句啊嚇一想講要 subscribe 啊特別冇 subscribe 就即係就比較痛嘅問題啊所以人去看人看邊啲學緊都已經看掉啊嚇同樣我看到係咩啊我係 stats 啊sorry Facebook Facebook 啊，只一人看跌你知，到啲Facebook 位，了 YouTube 只一人看壞，所以若是講人無 subscribe 嘅人，即看，若是人無 subscribe，看咩叫 subscribe？That's correct， 咪咕，係咪 correct 啊？係咪叫 correct 啊 ？Benjamin 是誰啊 ？Benjamin 什麼？咪咕，這是裝啊，你是裝。伊講，但係我講咩？講 That's correct 啊。我講你 Facebook 嘅嗬，Facebook 真係人看無啲個嚇，特別這是 YouTube 啊，這是 YouTube 即 Benjamin 是，anyway，邊佢哋唔是 default setting 嚟咩 ？Facebook 嘅是直掉，哦，啊，把 non-subscribing 掉咗下，對，意思講一人，若是講亂去 check 看亂 subscribe 就變嚟學嘅，冇 subscribe 嚟講可能慢慢 subscribe 因為一人唔。伊想講一樣啲 feed 咯，啲 serve 咯，你看 content 想看到特別你隻句嘅時，隻句個爆炸講，誒，做冇 subscribe 嘅人，所以你去 check 看啦。Benjamin 是唔是喺爽唔是啊？係你是 ban，喺爽是叫 ban 嘛？係anyway， OK， 講到這邊先啊，感謝我哋即係的哥把攞紅險出現啫。有時咱家定嘅接到講另外一個話題嘅時間嚟參加，感謝大家，希望我能冇幫背機啦。你看我直接我幫人背機，就是講我做嚟個點解人嚟嘅咧，我直頭冇嚟。你哇！係你是鬼魂咯，係你。落音都自己冇出現落音自己冇出現แล้ว你 room กันแล้ว reschedule กันแล้วมีการเขาเสีย meeting room กันแล้วทำไม特別我自己冇嚟就係說我爸嚟咯你我會講話喺度係咯特別本地是讓到啲 clubhouse 就是講我有唔知攞嚟開喎，但是講我 schedule 攞 as go host 未必攞嚟開啦。你但是講我自己就冇嚟啊！我幫人佢自己打，定咗你就我 still 做你是啦 magic room 嘛？你就係我特禮拜咪是啦 magic room 嘅咯。你話是啦 magic room，我直接嘅事我佢咪請落嚟叫，你一直頭冇嚟嚇，一頭安全冇嚟喎。你我困我個冇人 call 咯咩？冇人 call 啊！人講做咩事啊？啲未必是第一，係咪？嗰時講 Malaysia 嘅事，暫時嘅係哦。冇乜件事就出邊嘅，你話一記我困車嗬，我咪 cancel 過，到 Malaysia 時我 cancel 我第一啦 cancel。我是未記幫別人學嘅 episode 到 Malaysia 時我，然後我到啲出邊困嘅時，我個一記我講，我 check 起來我看我 clock 我 time。是幾點嘛？我馬來西亞等是10點嘅嘛，是啦嘛即係 room。所以我請起來時，我講9點個點四啊個that means 冇 I think 係8點我 because winter time 時所在即係我點先啊？我看我講8點唔要緊啊，拜六嘛，所以我咪是講個困到堆，咪就係。佢睇個10點幾啊，成個睇起來，哎呀，佢就是禮拜時候佢是啦嘛，即係我成個禮拜啦，所以直頭冇嚟，有一樣自己做，一陣時自己做啊，自哪個掂嘛，所以樣自己做，所以我幫背記一刀可能。
這時而家就放飛機啦，都冇人知我到底得咯。OK 啦，感謝講到這邊先啊，若是讓有或者要看下咧 subscribe 嘅咧，是讓會使去哇，那直就討論嘅啦，這我買，我嗰啲禮拜OK bye， 拜，禮拜嘅收聽 OK bye， 撲機嘛一拜。可能 subscribe， 佢會嘅 subscribe 啦嘛，佢會是冇 subscribe 是 unsubscribe， 跟住嚟 resubscribe。Anyway， 到底 YouTube 嗰邊嘅人，我 end 啊，冇對，到底 YouTube 嗰邊嘅人，等我你聊先。到底 YouTube 嘅人，到底 YouTube 看人subscribe， 當然其實看到佢會 subscribe 啊，這邊嘅但 subscribe 而看咧，這邊撲機嘛，邊啊我唔知道，我頂住呢塊冇關，邊度到這邊但邊啊但 subscribe 一定就正啊嗬，然後落件事就繼續同啲都感謝大家，拜。